好啦，各位 Patreon 嘅朋友咧，嗱，繼續同你哋分析咧，聯邦儲備局咧，同埋下個禮拜開會啦，同埋仲有咩嘢要留意嘅。好啦，嗱，加拿大同澳洲央行加完息之後咧，就當然咧，全世界咧都重新咧呢啲五眼聯盟嘅國家啊、G7嘅國家重新進入呢個加息週期啦。咁英國跟住就到英國美國紐西蘭呢啲咁瑞士都要噶，瑞士、歐洲嘅全部咧都要咧係加速加息噶啦，呢啲全部都係你咩 recession 嗰啲已經預咗噶啦，呢啲咩經濟衰退預咗啊，失業率上升亦都個個都話我哋預晒噶啦，同埋我哋都希望咧失業率係上升到5以上。IMF 罕有地都話咧，照計冇理由而家個失業率咁低，我哋希望咧佢都要希望咧抽上5厘以上咧先，5% 市場呢先至適合而家咧勞工市場太過緊缺啦嚇。好啦，而家就係咧嗰個聯邦儲備局嗰個 policy 嗰個政策嗰個波動性係更加而家咧係強烈，裏邊分裂得好緊要。咁就下個禮拜咧就我哋會見到 CPI 嘅出現啊，就係呢一日出現啦，大家睇一睇啦。CPI 就係咧6月13號啊，呢個應該係我預計咧可能會再下跌多少少但係咧就可能係最後一次嘅下跌噶啦。但係咧以月計咧應該係都係向上嘅，month by month應該都係維持正數。但係咧你話 headline 同 core 可能再落多少少，但係唔會多咯，唔會大跌咯。咁就跟住咧打後咧就應該咧係逐步去到第三季就向上咬腰噶啦而家。咁就而家呢個數據十分重要啦，就因為喺聯邦儲備局開會之前一日咧就出嘅。咁其實咧，我相信咧呢班聯邦儲備官員咧一早已經收到呢個信息，唔會嗰日先收到嘅，所以佢哋已經知道噶啦，開會嗰陣時已經知道係幾多噶啦。咁就而家咧呢個通脹仲係高過聯邦儲備局嘅定價好多幾倍啦。咁如果你話要 pause 定 skip 咧，我都睇唔到。你係 pause 又好 ，skip 又好，你即係 skip 其實同 pause 冇乜分別。skip 只不過話我而家就skip 呢個會唔加，咁下個次加翻，咁即係 skip 啊嘛，即係唔係褪後。skip 嘅意思即係唔係褪後 ，pause 嘅意思咧就有褪後嘅可能性喎。因為你 pause 完個 tape 之後，你可以 rewind， 你可以你撳錄音帶就知噶啦。你撳個 pause 掣之後，你可以 rewind， 你可以 forward， 可以再 play， 係咪？下一步就係咁解嘛。但係 skip 唔係 skip 嘅意思，即係你今日跳過呢個嘢。即係跳過呢個嘢之後咧，其實你嗰個 momentum 都係向前嘅，即係話咧今次唔加，下次加咁解。咁所以 pause 同 skip 咧有兩個唔同嘅深層啲嘅意思嘅。咁咧你話佢最多就唔係 pause， 佢最多就係 skip 嘅，即係 skip 咗呢次，下次加翻，可能仲加突添。咁我覺得咧佢又唔應該 pause， 亦都唔應該 skip， 係要繼續係50-50咁佢先得嘅，因為而家我睇唔到佢打到通脹咯。咁其實咧，而家係以我睇一個done deal嚟嘅，就係咧未來一定要更加多嘅加息行動嘅。咁加拿大同澳洲就拗痕啦，同個通脹就拗痕，每個加25點子。咁我就同佢講咯，4厘半嘅息口同4厘7半嘅通脹，你話嗰25點子可以打到通脹咩？拗痕你唔好每次開會加 0.01%， 係咪啊？你加10年慢慢打上去咯，25點即係完全打唔到通脹噶嘛，你最少50、70、51厘咁加啦，你大家諗一諗，你救市嗰陣時係點救噶？係大一個重藥打落去噶嘛，減1厘息開會嗰陣時，跟住再整個 emergency meeting 即係2個會中間再減多1厘半，咁啊兩次就減2厘半啦，哇！所有嘢就嚟噶啦嘛，係咪先？咁而家就係話啦，硬係唔肯做呢啲嘢，救市咧救市就掛個勇字喺牌，因為咧你做救世主喎，哇！而家打通脹就喺度縮下龜縮喎，真係呢班人咧真係我都唔真係講真句，即係只係我講啦，真係，真係你話你成日阿寶威，你成日用 Walker 嚟到講。你做唔做到 Walker 咁狠先？你又做唔到。Walker 點解咁出名？近你個個話佢最叻嘅聯邦儲備局啫，就係佢能夠用20厘嘅息打14厘嘅通脹，就會加得好狠啊嘛。
連續咁狂加息啊嘛，就算經濟衰退都要加啊嘛，幾差都要加啊嘛，一定要打到落嚟先至停啊嘛，咁你又做唔到，冇佢咁狠，咁你冇辦法啦。雖然 Volcker 係你師傅，但係你學到佢1/10都冇，你而家就真係窒屎到暈。好啦，咁啊就係話啦，美國以外啲國家已經證明咧，個金融措施又再要緊絀咯，而呢個提早嘅放寬貨幣政策其實係錯誤噶咯。而家就係話呢一個通脹又再重新升軌咯，因為加拿大通脹係意外地又上升，因為佢停止加息咗幾個月啊嘛，咁就搞到咧而家通脹加拿大又上升啦。而家就搞到咧有個 surprise rate hike，因為咧37個分析師只有1/8嘅分析師，即係3-4個咧話會加息喎。咁但係咧銀行方面其實已經做晒嘢㗎。以我所知咧，加拿大好多銀行咧暗地你已經將佢哋 lending rate 咧喺上一個禮拜已經加咗50點子啊！即係加拿大央行未開會，佢已經加咗50點子㗎啦，即係佢都收到料，一定要加㗎啦今次。咁 Citigroup 咧亦都話喺一個 note 嗰度講啦，佢話 Fed pause risks a similar experience in the US, and once it becomes clear policy rates are not sufficiently restrictive, central bank may react by hiking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即係話咧，美國聯邦儲備局其實咧係唔應該 pause 或者唔應該 skip， 佢哋應該係繼續加息，因為咧一個 Fed pause 停止加息咧就會好似加拿大咁樣有同一咁嘅情況出現，就係咧突然間啲通脹又再抽升，同埋我哋而家已經證明到我哋睇到嗰個利率咧絕對未到緊縮到足夠啊！唔係話你唔緊縮，你係緊縮咗，但係唔足夠。即係話小明，你今次考試真係進步咗，由50分而家升到60分，你係好叻，你進步咗好多，但係唔足夠。你考到哈佛，你而家個 average 考唔到哈佛，亦都考唔到劍橋，亦都入唔到一啲 Ivy League 嘅美國學校你只係能夠去到 Ethiopia 或者去到Caribbean 嗰啲大學讀書嘅啫。你而家澳洲嗰啲咧就要去啲好渣個學校加拿大亦都去一啲 college 仔度讀噶啦，你而家分根本入唔到大學嘅即係咁講或者你要去到咧重新再讀個中學咁所以咧你要大幅咁進步，要大幅進步幾多喂，80幾90分啦，唔該你好唔好啊？咁即係距離仲有好遠喎，你而家咁 Citigroup 就係講呢樣嘢啦。你唔可以停止努力啊，你要繼續努力，但係你要進步要好大。我唔係話你唔進步，即係唔係話聯邦儲備局嘅息率唔 restricted， 但係距離打通脹仲係好遠同埋你要快啲做，唔好咁遲做啦，因為冇時間啦。點解咧？因為下年9月美國啲學校、加拿大啲學校就開學，澳洲好似係12月定1月開學，你而家冇乜時間噶喎，你考埋呢幾次大考就冇得考噶咯。咁鮑威爾都係啦，喂，你再唔加重藥嘅話咧，你只會拖長呢個痛彩嘅喎。好啦，而家就係話 base case 最低限度就係話下個禮拜會加息25點子。咁另外一樣嘢咧，我想同大家講咧，就係呢一個 yield curve 30年同5年頭先講過，咁有人可能唔明，咁咧點解突然講30年同5年咧？就係其實30年嗰個 yield 正常應該高過5年嘅 yield 好多噶嘛但係今次咧 trade 呢個我哋其實咧5年俾人沽售嘅壓力今次係高過30年，所以5年嘅債息抽上。大家記住，而家5年係俾人 sell 得好緊要，所以今日咧係升咗10滴噶。而30年嗰個雖然輸10滴去3.9，但係咧5年嘅 yield 已經接近或者過咗呢個30年 yield，即係喺呢度咧出現有個 inversion。呢個係好重要嘅呢一個就係新嘅一個 inversion 或者重新再嚟一個 inversion， 因為一路咧都係咧比較上咧即係咧30年高過5年嘅，但係而家咧5年嗰個咧其實咧而家咧
有一段時間咧係高過30年大概5滴子㗎嚇。咁呢個亦都係自從3月以來咧最深嘅倒掛。嗱，我哋成日都講倒掛係有好多不同年期嘅債券嘅年期嘅債券嘅比較啊，睇下邊個高邊個低。咁倒掛就係短期債券高過長期債券嘅息率咧，就係倒掛。咁5年咧，其實咧同30年嘅倒掛咧，都係咧我哋係留意，但係冇咁重要咁解啫。咁我哋咧就睇到5年嗰次咧，係曾經咧喺今日咧就高過30年嘅債券嘅個息率。咁咧就講咗句，即係話加息嘅機會係大咗啦啊！咁呢一個 segment 啊，呢段即係呢兩5年到30年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倒掛咧，其實咧就講咗句咧就唔係好正常嘅。咁我哋其實咧而家係等緊咧呢個倒掛咧係重新再 flatten 咗佢，跟住咧就要 steepening 咧先至得嘅。steepening 就係咧30年要高過5年好多。咁要點樣先有情況出現咧？一係就30年係俾人沽售得好緊要，抽到4-5厘，或者5年嗰個咧俾人買得好緊要。如果要5年嗰個唔買得好緊要咧，就要聯邦儲備局減息或者有啲好鴿派嘅言論先得噶啦。好啦，嗱，仲有一樣嘢大家想知道嘅話就係5月咧某一段時間嗰陣時咧，呢個5年同30年咧曾經有時咧30年嗰個息率係高過5年咧係好多噶。嗰陣時係最深嘅，即係最 steep 嘅，即係30年高過5年一個好深嘅話，即係話，譬如30年係3.9%，5年佢只係得3.2%，咁咧就一相減就0.7%。咁曾經試過好高嘅即係 steepening 嘅，咁呢個咧即係話會減息啦。咁其實就係正正引證到咧，我哋喺3、4、5月嗰陣時咧就話聯邦儲備局未來會減息啊嘛。咁跟住咧順着咧呢個消息一路玩滅啦，唔會減啦，好似唔會減咧，就話6月會加息咧。呢度就 flatten 咗啦，就係由個5年俾人沽售得好緊要。嗱，大家睇睇5年嘅債券咧，其實俾人沽售得好緊要噶。咁我哋不如去呢度睇一睇，你就知噶啦。嗱，5年嘅債券咧，由6月2號咧3.71厘咧，係抽到而家3.9厘，係俾人沽得好緊要嘅。而一個月嘅圖咧，你都睇到咧，佢由3.3厘啊，5月嗰時3.3厘，沽到去而家3.9厘，係升咗60點子啊！咁呢段時間咧，就係咧呢個5月之前呢度咧，就係話咧預計會有 rate cut 嘅。咁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係預計咧冇 rate cut，所以咧呢個5年國債係俾人沽售。嗱，而家睇到啦，我就係講啦，呢一段啊7年、5年、3月、2年咧，喺5月嗰時係好貴。嗱，你睇下5年嗰啲好貴，你睇下3年嗰啲係好貴嘅。嗰陣時啊，唔好3年，睇7年嗰個啊，7年嗰個都係好貴嘅。你大家睇一睇就知噶。7年嗰個，你睇下喺5月嗰陣時幾貴？5月嗰陣時你係幾貴？係得3.3厘，而家已經3.8厘啦。咁啊嗰陣時話呢啲太貴啊，太貴即係息率太低，咁要調整，一定要 repricing， 而家就調整上去啦。咁所以30年嗰啲債券咧，俾人拋售仲有冇5年咁緊要？呢度就係 pricing 緊咧，係會有減息5月。而家 pricing 就冇咗減息啦。嗱，呢個就係我哋嘅結論。好多謝各位吓。